现代台语版圣经以斯拉记第4章，犹大甲便雅悯会对着听见遐流放倒来的人，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起圣殿，就来见所罗巴伯甲逐族的族长，甲因讲，请准阮甲恁做伙去，因为阮甲恁共款找求恁的上帝。对亚述王以撒哈顿带阮来到这以来，阮就常常献祭互上帝。毋过，所罗巴伯、耶稣啊，甲以色列其他的族长甲因讲，阮去阮的上帝圣殿，无需要恁帮赞。阮是照波斯皇帝塞勒斯对阮的命令，要家己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起圣殿。对安尼，当地的居民就伫犹太人起造圣殿的时，甲因恐吓，阻挡因的工程。这人对波斯皇帝塞勒斯年间到波斯皇帝大流士继位的时，贿赂官员要破坏犹太人起圣殿的计划。亚哈随鲁皇帝开始执政的时，有人写诉状控告犹大甲耶路撒冷的居民。伫波斯皇帝阿达四世统治的时，比西兰、米提利达、哈比勒甲因的同事，阁写批互阿达四世批用阿兰文写，读的时才翻译。总督利宏、书记辛帅嘛控告耶路撒冷人，写批互阿达四世皇帝。总督利宏、书记辛帅甲其他共党的，包括法官、官员、军官、波斯官员、以勒人、巴比伦人、苏珊人，就是以南人，以及互伟大尊贵的阿苏纳巴牵线来住伫撒玛利亚城甲何西省的人民，做伙写批上奏。奏本的内容是：你的仆人何西省的人民上奏阿达四世波斯皇帝，愿奉上查明，对你遐倒去犹大地的犹太人，已经到耶路撒冷，着手重建这个反叛搁邪恶的城，因已经去城墙下地基。愿奉上查明，这城一旦起好，城墙完工，因就袂搁进贡纳税、交粮食，国库的收入一定会减少。阮受皇上的降级，着尽责任，毋爱看见皇上损失，所以禀报互皇上知。请查考先皇的记录，就会知这城是背叛的城，诚做列王甲达省的伤害。对古早这城常常反叛，所以受毁灭。阮谨慎启奏皇上，这城若搁起好，城墙完工，皇上就会失去何西省。迄时，皇帝就回复总督利宏、书记辛帅，以及遐个住伫撒玛利亚甲何西省的同事讲：愿恁平安。恁的上奏文我有详细读过，我已经下令查考，在这个城对古早就背叛列王，常常有谋反背逆的事。
以前，咱有伟大的君王统治耶路撒冷，管理全部河西地区，叫因进贡6世，缴粮食，担任着命令遐人停工。除了我有降旨，袂用得重建即个城，恁着随时办理即个事，毋通疏忽，则免皇帝受较大的损失。亚达4世皇帝的批宣读互总督李弘书记心碎，甲因的同事知了后，因就赶紧去耶路撒冷，用势力强迫犹太人停工。对安尼，耶路撒冷上帝圣殿重建的工程就停止，停到波斯皇帝大流士继位的第2年。